男人開始老，唔係先睇頭髮白，亦唔係先睇面上有幾多條皺紋。你聽我講完先。有啲男人50幾歲行出嚟，腰板仍然直，講嘢仍然有氣，眼神仍然清，身上乾乾淨淨，成個人有一種穩陣厚實唔慌唔忙嘅氣場。相反，有啲男人明明40幾歲，甚至30幾歲尾，已經一身直氣，口一開就有味，肚腩一日大過一日，脾氣一日爆過一日，做少少嘢就話攰，聽一句逆耳說話就頂唔順。你話邊個先係真老？唔係歲數最大嗰個，而係氣散咗、神俗咗、心燥咗嗰個。所以老一輩人成日講，男人老唔老，唔好淨係睇張身份證，要睇佢有冇出現一臭二大二小。呢句說話聽落好似粗糙，其實好有生活智慧。一臭係身上開始有一種講唔清嘅俗味，可能係口氣，可能係汗味，可能係油膩味，總之人未到，未先到。二大，一個係肚腩大，一個係脾氣大。二小，一個係氣力少，一個係心量少。你細心諗下，呢5樣嘢一出現，唔單止係身體提醒你，亦係命運提醒你，你嘅精氣神可能已經開始走下坡。當然，我唔係叫你聽完就自己嚇自己。人到中年，身體有變化好正常。今日呢番說話唔係醫生診斷，亦唔係話有呢啲情況就一定有病，而係從古人養生商法做人智慧入面俾大家一個提醒。因為好多男人最大問題就係唔肯認老，更加唔肯認自己身上嘅氣已經變咗。佢以為自己只係忙，佢以為自己只係壓力大，佢以為自己只係應酬多，佢以為自己鬧人係有威嚴，肚腩大係有福氣，口氣重係熱氣，行2步喘係正常。到最後家庭氣氛壞咗，人緣散咗，財氣弱咗，身體開始亮紅燈，佢先發現原來人嘅衰老一早已經喺生活細節入面敲門。《黃帝內經》講養生，最重視精氣神。古人睇一個人唔係淨係睇佢幾多歲，而係睇佢氣血通唔通，脾胃運化順唔順，精神收唔收得住。書入面有句好出名嘅說話，原文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大白話講，即係人如果心能夠安定一啲，欲望唔好咁亂，精神唔好日日向外散，身體裏面嗰股正氣就容易順返。呢句唔係叫人唔使睇醫生，亦唔係話心靜就一定百病不生，而係提醒我哋身體同心神其實分唔開。你日日火燒心，夜夜瞓唔好，餐餐食到頂住，講句說話都帶刺，咁你話個人點會清？個人唔清，口氣點會香？氣機唔順，肚腩點會細？心火唔收，脾氣點會穩？精神長期散，氣力又點會大？一個男人真正有底氣，唔係聲大就代表有氣，唔係肉多就代表有福，唔係脾氣惡就代表有權威，而係佢個人清爽，眼神穩定，講嘢唔急，做事有力，心胸夠闊。相反，當一個男人開始俗、開始躁、開始沉、開始宅，咁就算佢仲話自己後生，其實身體同命運都已經喺度提佢要收一收啦。觀塘有個男人姓梁，40幾歲尾，後生時真係好搏命。佢以前做工程，風吹日曬都頂得住，日日拎住工具箱周圍走，一個人可以做2個人嘅工作。嗰陣時佢身形結實，講嘢有力，成日笑，朋友都中意揾佢飲茶。佢老婆以前成日同人講，我老公雖然唔係大富大貴，但個人實淨，有責任心，屋企靠佢，我安心。但到咗40歲之後，梁先生開始變，最初係應酬多，夜晚收工之後同人飲2杯，食宵夜、燒味、牛腩麵、啤酒、濃茶，樣樣唔少。返到屋企已經11、12點，沖個涼就攤喺梳化，電話一路睇到凌晨1、2點。第2朝起身，個口又苦又乾，刷完牙都覺得有味。老婆有時提醒佢話：你最近口氣好重，飲少啲酒啦。佢即刻黑面，話我辛辛苦苦揾錢養家，你仲嫌我臭？你睇呢個就係第一個關口。一臭出現嘅時候，
身體已經提醒你，但男人最容易做嘅事就係將提醒當成冒犯。口氣重、汗味足、身上油膩，未必係大事，但它反映咩？反映你身體裡面嘅運化開始慢，反映你作息亂，反映你食得太重，反映你心火太盛。古人講氣味，其實唔係迷信。一個人清唔清，身上會講嘢；一個人足唔足，屋企人最先聞到，外面朋友未必講，屋企人先會提醒你。但好多男人最唔識珍惜，就係將身邊人嘅提醒當成攻擊，跟住就到二大。第一大，肚腩大。梁先生以前條腰都算實淨，到咗45之後，皮帶一格一格放鬆，肚腩一圈一圈突出。佢自己仲笑住講：男人肚腩大先有老闆相，細細粒邊有福氣。但其實佢自己心知，行樓梯開始喘，蹲低整嘢起身會頭暈，夏天一就成身汗，坐低食飯肚頂住台邊，瞓覺又開始打鼻鼾。老婆叫佢行下路，佢話冇時間；仔叫佢落樓下打波，佢話攰；朋友叫佢去檢查身體，佢話唔好咒我。好多男人就係咁，明明身體已經一級一級俾信號，佢仲用面子遮住。肚腩唔止係肥咁簡單，從養生角度睇，腰腹係人一身氣機升降嘅中間位，中焦一失，人就容易懶悶惰躁。現代人生活壓力大，食得多屈得少，肚腩好常見，但正正因為常見，先更加唔應該當冇事。你可以唔追求六級腹肌，但起碼要知道個肚越來越大，往往代表你開始失去對自己生活嘅掌控。第二大，脾氣大。梁先生以前雖然粗聲粗氣，但唔算難相處。後來唔知幾時開始，屋企人講一句，佢頂10句。老婆話水喉漏水要整，佢話你成日煩住我。個仔功課唔識問佢，佢未聽完就鬧，咁簡單都唔識。你第日點算？阿媽叫佢食清淡啲，佢話你哋個個當我病人咁。成間屋慢慢變到好靜，唔係因為和氣，係因為大家都費事同佢講嘢。你要記住，男人脾氣大未必係威嚴，有時只係氣虛心燥。真正有底氣嘅男人唔會靠號叫證明自己，越係內裏唔穩，越容易外面爆出嚟。商法入面有一種講法，睇一個人晚年有冇福，唔止一睇鼻、睇耳、睇額，仲要睇佢眼神同聲氣。眼神逐而急，聲音硬而燥，成日未聽完就撲，未上清就鬧。呢種人就算有錢，屋企都難安，因為佢嘅火氣會燒到身邊人，燒到夫妻感情，燒到親子緣分，最後連自己福氣都燒薄。到咗二小，問題就更深。第一小，氣力少。梁先生有一次幫屋企換支光管，企喺凳上幾分鐘，落嚟已經喘晒氣，額頭全是汗。以前佢一個人搬2袋英泥都得，依家拎幾袋米上樓都嫌辛苦。佢開始唔願出街，唔願行路，放假就瞓喺梳化，話自己要休息。但奇怪嘅係，越瞓越攰，越唔郁越冇力，越冇力越唔想屈。人一旦入咗呢個圈，好快就老。第二小，心量少，呢個比氣力少更麻煩。梁先生以前都算豪爽，朋友有事佢會幫，屋企有困難佢會頂，但後來佢變得好計較。老婆買貴少少餸，佢話你唔識慳；仔女一句說話唔啱聽，佢記幾日；朋友冇即刻覆佢電話，佢覺得人哋睇唔起佢；同事一句玩笑，佢放喺心入面反覆諗。心量一小，人就開始困住自己。外面明明冇咩大風大浪，佢個心已經日日打仗。你話呢個男人係咪真係老咗？頭髮未必白晒，牙齒未必甩，步伐未必慢到行唔一，但佢身上嗰股少年氣、清爽氣、承擔氣已經慢慢散咗，取而代之嘅係俗味、肚腩、火氣、疲態、計較。呢5樣嘢加埋，就係一個男人開始走下坡嘅相。後來有一晚，梁先生同老婆大吵一場，原因好少，只係老婆話佢返屋企之後唔好一身汗味就瞓上床先沖涼，佢即刻爆，話我一日做到隻狗咁，返到屋企你仲要管我。
老婆忍咗好耐，終於講一句：我唔係嫌你，我係擔心你。你以前唔係咁，你以前返屋企會同仔講笑，會陪我飲杯茶，會問阿媽今日食咗未。依家你一返嚟，成間屋好似要避開你咁。你有冇發覺？大家唔係唔愛你，係怕咗你。呢句說話好似一盆冷水淋到梁先生醒一醒。嗰晚佢冇即刻認錯。男人話有時面子放唔低，但佢半夜瞓唔着，去廁所照鏡，突然望到自己個樣，眼袋重，面色暗，肚腩突出，口入面一陣苦味，頭髮亂，眼神疲。佢第一次覺得鏡入面嗰個人好似唔係以前嘅自己。第二日返工，佢行樓梯上2層，心口已經翳住。中午食飯，同事開玩笑話：梁哥，你最近火氣好猛喎，小心嚇走晒啲人。以前佢聽到一定鬧返人，但嗰日佢冇出聲，因為佢突然發現原來唔止屋企人咁睇佢，連外面人都感覺到佢變咗。男人開始衰老，最怕唔係一臭二大二小本身，而係你明明見到仲死撐話冇事，明明有人提醒你，仲當人哋同你作對，明明家運人緣身體都開始變差，仲以為自己只係運氣唔好。其實古人講養生，第一步唔係食補藥，唔係求神問卜，而係知止，知道自己唔可以再咁熬，知道自己唔可以再咁燥，知道自己唔可以再用壞脾氣傷屋企人，知道自己唔可以再將身體當成永遠用唔壞嘅機器。深水埗以前有一間好細嘅茶餐廳，位置唔算旺，鋪面亦唔大，但奇怪嘅係10幾年前日日都坐滿人。街坊講唔係因為佢啲餐特別平，亦唔係因為裝修靚，而係因為個老闆有一種好旺嘅人氣。呢個老闆姓周，後生時手腳快，聲如洪鐘，見到熟客未坐低，已經記得人哋要凍奶茶少甜，定係熱檸茶走甜。佢講嘢大聲但唔惡，做事急但唔燥。街坊入到去覺得成間鋪熱鬧，有煙火氣，有人情味。周老闆後生時好捱得，凌晨4點幾返鋪，煲湯底切麵包開爐頭，一企就10幾個鐘。嗰陣時佢個人雖然唔高大，但腰板直，眼神亮，行路快，成日笑住鬧啲伙計快啲啦，客人趕返工㗎。佢老婆坐收銀，2公婆一個煮一個收錢，雖然辛苦，但大家都覺得呢間鋪有生氣。老街坊甚至講周老闆個人火旺，頂得住場，呢間鋪先留得住財。但人去到50歲左右，變化就慢慢出現。最初係身上嗰陣味變咗，茶餐廳本身有油煙味，炒鑊煎蛋炸雞翼有味唔出奇。但周老闆以前收工沖個涼，換件衫，個人都算清爽。後來唔同，佢朝早一開口就一陣口苦口臭，中午一忙起上嚟，成件衫濕晒，汗味混住油煙味，好作。到夜晚埋單，成個人好似一件浸咗油嘅衫，未行近已經聞到嗰股味。伙計唔敢講，老婆講。佢老婆有次細聲提醒：你最近口氣好重，不如少飲啲濃茶，夜晚唔好食咁鹹。周老闆即刻黑面，話我日日喺廚房對住油煙，邊個唔有味？你係咪嫌我？佢老婆聽完就唔再出聲。你睇，提醒一停，福氣亦會慢慢停。身邊人肯提醒你，其實喺屋企仲有情。當年最親近嗰個人都唔想講，唔係代表冇事，而係代表大家開始心淡。之後就到肚腩大。周老闆以前企喺爐頭前面，轉身彎腰拎鑊，動作好快。後來個肚越來越大，大到圍裙都綁得辛苦，彎低執嘢會頂住，行入尖窄廚房要屈身。熟客笑佢：周老闆發福喎。佢仲好得意，拍拍個肚話：男人有肚先鎮得住財。表面講笑，其實心入面自己都知，唔係發福，係發沉。以前一口氣可以炒10幾碟飯，依家炒幾碟已經腰酸。以前搬米袋上閣樓冇問題，依家要叫伙計幫手。以前夜晚收鋪仲可以同街坊飲茶，
依家收完鋪只想坐低唔一，最麻煩嘅係脾氣亦跟住大。茶餐廳本來就忙，錯單催單，客人投訴日日都有。但周老闆以前最多大聲兩句，轉頭又笑返。後來佢變到一啲都受唔住，伙計落錯單，佢可以喺全店面前鬧到人面都紅。客人話杯奶茶淡咗少少，佢即刻頂句飲咗10幾年都冇事，今日你先話淡。老婆收銀慢少少，佢就話你成日拖住我。成間鋪嘅氣氛由熱鬧變成緊張，大家聽到佢喺廚房一拍台，就知又有人要挨罵。有個跟咗佢8年嘅老伙計，姓名平時最熟手，連周老闆都曾經講過，冇阿明午市會亂晒。但有一日，只係因為阿明將一碟乾炒牛河送錯台，周老闆當住成鋪客人面前大罵，話佢人老手慢，冇用，阻住發財。阿明一句都冇駁，收工之後將圍裙折好，放喺廚房門口。第二日就冇再返嚟。周老闆表面話走就走，請人好容易，點知請返嚟嘅新人一個比一個唔熟手。午市出餐慢，熟客投訴多，生意開始跌。呢個時候，周老闆仍然唔覺得自己有問題。佢話係市道差，係後生仔唔捱得，係客人麻煩，係老婆黑口黑面影響生意。你見唔見到？一個男人開始老，最可怕唔係肚腩大，唔係氣力少，而係佢心量變少之後，所有問題都推俾人。佢唔再反省自己，只識怪外面。命理入面常講，一個人行運低迷時，最怕心窄。心一窄，路就窄，路一窄，貴人都唔想近。周老闆嘅氣力亦開始少，以前佢一日企10幾個鐘都得，後來一到下午3、4點就眼皮重、背脊酸、心口悶，坐低就唔想起身。有時上樓拎貨，行幾級樓梯已經喘。伙計叫佢去做身體檢查，佢話我冇事，係瞓得少。老婆叫佢早啲收鋪，佢話你識咩？少開1個鐘就少賺1個鐘。其實佢唔係真係唔怕，佢係怕一承認自己攰，就等於承認自己唔再係以前嗰個頂天立地嘅男人。但天底下好多事唔係你唔承認就唔會發生。生意慢慢差，伙計一個個走，老婆同佢講嘢越來越少，個仔返嚟食飯都望住電話。最傷佢嗰次係中秋前一晚，本來一家人約好收鋪之後食飯，點知周老闆因為一個外賣平台漏單，又喺廚房發火，鬧到老婆眼濕濕。個仔忍唔住講：爸爸，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鬧人？我哋同你食餐飯都好大壓力。周老闆即刻拍台話：我辛苦咁多年為咗邊個？你哋依家嫌我？個仔冇再講，只係起身走咗。嗰晚月餅擺喺台面，冇人食。幾日之後，有個住附近嘅老街坊，70幾歲，以前做過跌打師傅，又懂少少民間商法同風水。佢日日嚟飲熱奶茶，睇住周老闆由黃變醋，由青變日。有一日午市過後，鋪頭少人，老街坊突然同佢講：阿周，你唔好怪我多口，你唔係單純年紀大，你係氣亂咗。周老闆聽到即刻皺眉，話咩氣亂？唔好同我講迷信。老街坊笑笑口話：你唔信都唔緊要，你當我講養生都得。你睇下你自己，口一開就苦臭，肚腩越來越沉，脾氣一嚟就收唔住，行幾步就喘。屋企人同伙計講你兩句你就頂唔順，呢啲就係一湊二大二小。人嘅氣由清變濁，第一個受苦唔係外人，係你自己屋企。周老闆當時好唔高興，但老街坊冇停，佢指一指間茶餐廳門口，話你呢間鋪以前好旺，唔係因為風水擺咗咩神奇嘢，係因為人和。客人入嚟聽到笑聲，伙計做嘢有勁，老闆娘面口和，個場自然旺。依家呢一發火，成間鋪好似有陣黑氣壓住，伙計驚，客人縮，老婆忍，仔女避。風水唔止係門口向邊，收銀位放邊，風水最緊要係人心順唔順，氣流通唔通。你個心日日塞住，間鋪點會通？呢番說話，周老闆表面唔服，心入面其實震咗一下。
因為佢知對方講中咗，佢最怕嘅唔係生意跌，係屋企人真係開始避開佢。以前老婆會等佢收鋪一齊食碗麵，依家老婆一收完錢就返屋企。以前個仔會返鋪幫手，依家寧願喺外面食。以前熟客會同佢講笑，依家見佢黑面都快快食完走。老街坊冇叫佢買符，冇叫佢拜咩，亦冇講咩保證改運，佢只教咗3件好簡單嘅事。今晚開始早半個鐘瞓，唔好再收鋪後食油膩宵夜。朝早開鋪第一件事唔係開爐頭，而係開門通風，將廚房油煙同隔夜鑊氣散走。每日無論幾忙都要少一句惡口，尤其係對老婆、伙計同仔女。佢話口臭可以清，油煙可以散，肚腩可以減，但惡口傷咗人心就唔係1-2日補得返。周老闆初初覺得好笑，咁簡單就得。老街坊話最難就係簡單，好多男人寧願花錢買補品，寧願求師傅問運，寧願怪流年不利，都唔肯早瞓半個鐘，唔肯少食一餐宵夜，唔肯向屋企人講一句好說話。你想轉運先要轉氣，你想轉氣先要轉習慣，你想轉習慣先要放低你嗰個死撐嘅面子。唔知係咪真係被講醒，周老闆開始試。第一晚佢仍然瞓唔着，因為習慣咗凌晨先收心，但佢冇再叫外賣，淨係飲杯溫水。第二朝返鋪，佢真係先開門開抽氣，等廚房啲悶油味散一散先開爐。伙計做錯嘢，佢本來想鬧，話到嘴邊停一停，改口講下次睇清楚啲，就係呢幾個字，連伙計都呆咗，因為好耐冇聽過老闆咁講嘢。1個星期冇咩大變化，2個星期佢老婆發覺佢夜晚冇咁重口氣，雖然仲係肥，但冇以前咁燥。3個星期後，有個熟客講周老闆最近好似冇咁惡喎，佢笑笑口冇頂嘴。幾個月之後，佢當然唔係突然變返30歲，肚腩亦冇一夜消失，生意亦唔係即刻暴升，但奇怪嘅係間鋪氣氛慢慢鬆返。伙計冇再成日辭職，老婆會同佢講多2句，個仔有時星期日會返嚟食餐飯。最重要係佢自己覺得心口冇以前咁頂，行路冇以前咁沉，鏡入面個樣冇以前咁灰。有一晚收鋪，周老闆自己坐喺店門口飲茶，老街坊又經過，周老闆難得主動講：你上次講我氣亂，我依家有少少明。老街坊話明咗就好。男人老唔老，唔係睇你仲有冇力鬧人，而係睇你仲有冇能力收住自己。收得住脾氣就收得住福氣，散晒火氣先留得住人氣。呢個民間故事唔係叫你相信一改習慣就即刻返老還童，亦唔係講人一定可以靠幾件小事改晒命。但佢提醒我哋一樣嘢，男人衰老最怕嘅唔係身體慢慢變差，因為人一定會老。最怕嘅係人未真正老，個心已經窄咗，個氣已經亂咗，個脾氣已經燒到屋企冇人敢近。你以為自己係一家之主，其實你一日到黑臭住面，挺住肚，爆住火，喊攰，斤斤計較，屋企人唔係敬你係避你。所以話一臭二大二小，表面係身體傷，深一層係生活傷，再深一層係福氣傷。一臭提醒你要清覺，二大提醒你要收福收火，二小提醒你要養氣養心。若果你今日仲未有呢5樣，恭喜你要好好守住。若果你已經有1-2樣，亦唔好灰心，由生活最細嘅地方開始改。男人真正嘅轉運，往往唔係由大事開始，而係由一個早瞓嘅晚上，一杯溫水，一句忍住冇講出口嘅惡話，一個願意聽屋企人提醒嘅心開始。商法入面有一種好古老嘅睇法，叫做睇人唔止睇形，仲要睇神。即係話一個人面大、鼻大、耳大，未必就係真有福；一個人頭髮白、皺紋多，亦未必就係真衰老。真正要睇嘅係佢眼神清唔清，
聲音穩唔穩，面色潤唔潤，步伐實唔實，講嘢有冇餘地。男人中年之後，如果眼神開始濁，聲音開始急，面色開始暗，肚腹開始沉，成個人坐低就好似一嚿悶氣壓喺度，咁就要小心。呢啲唔係叫你迷信相貌，而係古人用一生睇人經驗總結出嚟。一個人內裏嘅氣血、心性、習慣，最後一定會掛喺面上，露喺聲音裏面，散喺身上嗰陣氣味入面。有啲男人越老越令人舒服，佢未必講好多大道理，但坐喺度好穩，唔急住駁人，唔急住鬧人，食得清淡，作息有節，對屋企人有分寸，對外人有禮貌。呢種男人身上有一種清氣。相反，有啲男人一開口就怨，一坐低就喘，一食飯就飲酒，一返屋企就黑面，一聽到人提醒就發火。咁就算佢有幾多錢，屋企人都唔想近佢。民間善書最重視一樣嘢，叫陰德。陰德唔係一定要做大善事，亦唔係要你捐幾多錢先算。好多時候，男人嘅陰德就藏喺屋企裏面。你本來可以讓老婆10句，但你忍住3句，呢就係留德。你本來可以用說話傷仔女，但你換一種講法，呢就係積福。你本來可以將壞情緒倒晒俾屋企人，但你返到門口之前停一停，深呼吸一下，呢就係護家運。太上感應篇有句原文：禍福無門，為人自照，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大白話講，愛同福唔係無端端跌落嚟，很多時同一個人平日嘅念頭、說話、行為有關。你日日用惡口傷人，屋企氣場自然寒。你日日收住怨氣，肯改一點，福氣自然有位返嚟。風水亦係咁，好多男人一講風水就諗住擺件嘢，改個位，請個師傅睇門向。但老一輩風水先生常講，陽宅最怕俗亂室。屋企門口啷糟，廚房油煙囪，床底堆滿雜物，廁所長期有異味，客廳日日吵架。咁你擺幾多吉祥物都好，個氣都難清。人同屋係互相影響嘅，你個人積，屋企會跟住積；屋企積，你個人更加沉。男人係一家之中好重要嘅氣柱，你一穩，屋企好多事自然冇咁亂。你一做，成間屋都好似熱蠟一樣，人人坐立不安。咁到底應該點做？唔需要一開始就搞到好複雜。真正能夠長久嘅改變，往往由最細嘅習慣開始。早上起身，先俾自己一杯溫水，唔好一睜眼就煙、濃茶、凍飲、咖啡頂上去。好多男人一早起身，口苦口乾，身體已經好似一晚冇清過雜氣。呢個時候最忌再用刺激嘅嘢去硬撐。溫水唔係神藥，但係一個提醒，提醒你今日由清開始。你一日嘅氣往往由朝早第一個動作開始定調。飲得慢少少，呼吸穩少少，唔好一起身就鬧人，唔好一起身就睇壞消息，呢已經係養氣。晚餐食少一啲油膩，守住肚腩，其實就係守住你嘅陽氣同自控力。男人肚腩大，唔好再用有福氣嚟安慰自己。真正有福嘅肚係暖而不殘，實而不沉，唔係食到頂住，行路喘氣，坐低瞓住。晚餐7分半，宵夜少一半，酒少一杯，又少一層。唔好小看，你能夠管住嘴，就慢慢管得住火；你能夠管住火，就慢慢管得住脾氣。好多男人唔係輸俾年紀，係輸俾日日放縱。睡前千祈唔好帶住怨氣入房。夫妻之間最相福嘅唔一定係大吵大鬧，有時係日日冷言冷語。你話一句你又係咁，佢回一句你從來都唔理。兩個人各自背對背瞓，間房就慢慢積住一股冷氣。床係養精氣嘅地方，唔係放怨氣嘅地方。男人就算白日受咗幾多壓力，返到屋企，尤其臨瞓之前都要學識收口。真係講唔到好說話，起碼唔好講惡話。你少一句惡口，老婆少一分心寒，仔女少一分驚，屋企就多一分和氣。和氣一返嚟，瞓覺都會安穩啲。門口、廚房、床底要保持恬靜，呢個唔係小事。
門口係屋企納氣嘅位，長期堆鞋、垃圾雜物，一返屋企就聞到味，個人自然煩。廚房係一家飲食之源，油煙口、爐頭冧灶，隔夜垃圾唔清，家人脾氣容易燥。床底係人休息時最貼近嘅地方，堆滿舊物、塵壞電器、唔用嘅雜物，人瞓喺上面都好似被舊氣壓住。你唔需要一日大掃除全屋，但每星期清一個位，門口清爽，廚房通風，床底唔塞，呢啲就係最實在嘅家宅養氣。每個月做一件唔求人知嘅善事，可以係請一位老人家飲杯茶，可以係幫街坊搬一搬寵物，可以係見到屋企人辛苦時主動分擔，可以係對服務員講聲唔該，可以係少喺網上留一句刻薄說話。男人嘅心量係要養嘅，你日日計較，心量就越縮越細。你肯做一點唔求回報嘅事，個心就會慢慢闊返。心一闊，氣就順，氣一順，人就冇咁易燥。人唔燥，身上嗰股俗味都會慢慢淡。呢啲未必即刻睇到效果，但福氣從來都唔係一日養成，衰老亦唔係一日形成。今日講一臭二大二小，唔係為咗嚇男人，亦唔係為咗笑男人老，相反係提醒每一個中年之後嘅男人，你仲有得揀。你可以繼續放進，繼續熬夜，繼續食到肚滿腸肥，繼續用脾氣掩飾疲憊，繼續將身邊人嘅提醒當成挑釁。你亦可以由今日開始清一清自己嘅氣，收一收自己嘅火，放一放自己嘅怨，養一養自己嘅心。前一條路越走越俗，後一條路越走越穩。有啲男人成日問點樣先叫仲年輕？我同你講，唔係冇皺紋，唔係冇白髮，而係你身上仲有清氣。你朝早起身，口唔苦，身唔沉，眼神唔足，行路有力，講嘢有耐性，屋企人願意親近你，朋友同你相處舒服。你遇事唔係第一時間爆火，而係可以停一停，諗一諗，讓一讓。呢種男人就算60歲都有一種年輕嘅福氣。相反，如果一個男人30幾40歲已經成日臭侵燥攰宅，咁佢就要小心，唔係老天要整你，而係你嘅生活方式正一步一步將你推向衰老。真正年輕嘅男人唔係永遠冇白頭髮，而係身上仲有乾淨氣，眼裏仲有光，心裏仲有亮，屋企人仲願意靠近你。真正老得有福嘅男人，唔係靠樂聲樂氣鎮住一家人，而係靠穩定清醒厚道，令身邊人覺得安心。若果你今日檢視自己，發覺一臭二大二小都冇，恭喜你，要好好珍惜，唔好亂耗自己嘅清氣。若果你已經中咗一兩樣，亦唔好怕，怕冇用，改先有用。由一杯溫水開始，由少一餐宵夜開始，由一句惡口忍住開始，由清理門口一袋雜物開始，由對屋企人溫和少少開始，你已經行緊翻清、翻穩、翻福嘅路。飲啖茶，慢慢諗，你身上嗰陣味、個肚腩、個脾氣、個氣力、個心量，其實每一樣都喺度同你講嘢。聽得入，你仲有機會轉；聽唔入，就算身邊人再愛你，都只能眼白白睇住你越走越俗。男人真正嘅福唔係永遠唔老，而係開始有老相之前，已經識得收心養氣，將自己救翻出嚟。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呢番說話對你或者對你身邊某個男人有少少提醒，記得幫我點個讚、訂閱呢個頻道，亦可以分享俾你覺得有緣嘅人。你一個小小動作，可能就係將一份善念傳出去，提醒一個人及早收心，亦可能幫一個家庭少一分火氣，多一分和氣。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少一分俗氣，多一分穩重，就喺評論區留低一個穩字，等我哋一齊善念共振。男人唔怕老，最緊要老得清醒。人到中年，能夠收住自己，就係最大嘅福。